总。你还在怪他吗？那天他告诉你说他会选择方静，所以你还记恨他，是吗？怪不怪的，只是一种情绪，不耽误。他永远是我的老板，永远是我最敬重的人。还有个事儿，我想了想，我不能再隐瞒你了，还是告诉你。方静曾经在我手下干过，我非常了解她，所以我这一票会投给你。谢谢。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舒总跟我谈了一个条件，他推荐谁，我也必须推荐谁。那天我给你打电话说我会选你，那是因为我之前接到他一个微信，内容只有2个字：林润。你们有事也给我打电话啊。嗯，舒总。儿子呢？啊，一个人，先登机了，说是不愿意看我们大人送行那一套。现在年轻人有个性。你也是年轻人啊。我真的敬佩你，真的。对不起，我想过架空你。我明白，你想做实事，我们都一样。保重。保重。方静。舒总，我想跟你说，请你原谅我。那天晚上我的确 No，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Jacky 是我徒弟，你是我的朋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最沮丧、困难、无助的时候，是你站在我身边。谢谢你，方晴，谢谢。加油！你永远都是我的舒总，我的朋友，永远。我刚刚开始带你的时候，你只有小鱼那么大啊。怎么回事啊？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这么亲热过啊！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了？什么都知道了。要做中国区总裁的人啦，哭鼻子。好了，走了，加油！我只求能用1秒像萤火去飞行。多那1秒就足够我靠近你，唤醒沉睡你。
舒婉婷离开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正在等待开启。真的是好久没这么哭过了。林睿是不哭的，这事有典故吗？我觉得哭也挺好的呀。我这个人就挺爱哭的，什么事儿不憋着不忍着，多好。你驾照考了吗？啊？还没呢，就是最近工作有点忙，反正这次来机场你还开车啊？哦。刚才你还说你都知道了，什么内幕啊？你们两个跟打哑谜似的。你不说我不问。舒总推荐的是我。下回去干嘛？我太开心了！那加上孟凡的推荐，这次你稳赢了。孟凡的那一票也是舒总给我安排好的。最关键的原因是舒总跟我谈了一个条件，他推荐谁，我也必须推荐谁。那天我给你打电话说我会选你，那是因为我之前接到他一个微信，内容只有2个字：林睿。你老板真厉害。其实这大半年，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但这一次看到大佬们的做法，我觉得真是仰望。能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人，谁不厉害？是啊，孟凡、杨灿、方静，就连林潇潇心眼都那么多。舒总在的时候还算是定海神针，他这一走，反正现在你仙气那么大。小玉，你记住，一场赛跑，最先冲出去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最先到达的人。我们的那个方案，今天晚上加班做好。OK， 交给我，妥妥的。Hello， 嗨，林，欢迎你，快请坐，请坐。林，这次来上海，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吃惊的可不止您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哦？说是谁到？不好意思，来晚了。方正，欢迎，快请坐吧。谢谢。不客气。林总来的真早啊。中国区的2位女将军都到齐了。方正，你说有个好消息告诉我。啊，我们这段时间2部的在主攻集团的新蓝海项目医美产品，目前已经签下了华东50家大型医疗美容院的年度订单，预计第1年的销售额仅在上海地区将要突破1个亿。哇，这简直太好了！中国有句话怎么说？喜大普奔。您的中文老师真硬，连这个就教您啊？棒棒的。我哪比得上林总啊？我这都是笨功夫。方总太低调了，悄无声息的就干了件大事儿。中国区的美女团队很给力，但是集团战略部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SW 未来全球增长，我们的突破口就在现代化和医美行业，你们俩走在最前面。这个给你们大概看一下。
加薪30%，年底1%的股票分红。这是你们应该得到的。希望你们2个人能够做到精诚合作，把 SW 中国区这个市场做得更大、更强。谢谢。Thank you。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2个，关于中国区总裁总部的意见是，孟凡现在的亚太区总裁在没有最终的人选之前，暂时兼任中国区总裁。这个暂时有期限吗？这样，孟凡是中国区出来的，又有总部工作经历。更巧的是，他的办事处和中国区还在一起，他更方便兼任这个职位。总部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阿兰没有回答，这个暂时是多久？不回答就是他的回答。孟凡自诩中国人，可是前年就悄悄地入了新加坡籍，早就把自己国际化了。说了这么久的本土化中国区总裁，又回到外国人手里了。我俩白争了半天，2个中国人，还是女人，不甘心？你甘心？那愿意跟我赌一把吗？阿兰，Lin，你怎么回来了？我还有2句话想说。我知道，在我们这样的跨国集团，中国内地人做不了老大。是的，在总部通常的说法，孟凡是新加坡人，施婉婷是中国香港人。即便如此，直到现在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他们2个的上位已经算是个奇迹了。毕竟已经破冰啊。但是帮助施婉婷的人现在也已经退休了。中国人的智慧韧劲一点都不输给外国人。我也不怕把我的野心抛给你。我的行业理想是，就算在外企，我要做到总部高管，甚至做到你这样的位置。你很像当初的我。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Lin，总部的意思也是为了公司能够保护人才。你和方静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提拔你们任何一个当了中国区总裁，另一个总会走，不是吗？请以业绩来考核我和方静，我保证，如果我输了，绝不走人。方静给我什么样的职务我都认，反之，方静也一样。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嗯哼。如果我不同意呢？我们立刻一起走。好，村长，我想为了中国区的健康发展，我能够说服总部接受这个直爽的建议。村长 ，Thank you。在中国区，有一个只有舒婉婷、孟凡知道的秘密。2年后的 SW 总裁换届，阿兰是热门人选。他的竞争对手就是孟凡的支持者，副总裁雷亚。在机场，舒婉婷把这个关键的秘密告诉了我，所以我知道从一开始阿兰就站在我们这一边。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来自中国区自己的强硬而合理的声音。走哪儿都要看这个，这很重要。方总，阿兰呢？他在楼上接收一份文件，马上下来。谭伟伦负责会议记录。本来这个应该由阿兰副总裁来宣布的，既然他还没来，那我就先透露一点：从现在起，中国区总裁将由我兼任。
谭咏麟可能要辛苦一点，跟着我两边跑了。孟总监管好啊，还有谁比您更熟悉我们中国区的情况呢？很热闹啊，说到哪里了？啊，我刚跟他们说了我会监管的事情。那我就不重复了。希望在亚太区孟总暂时接管我们中国区的短时期内，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把中国区的工作做好。另外，刚刚接到总部决议，正好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下。根据前中国区总裁舒婉婷的大力推荐，以及总部人力资源的调查和推荐，经董事会讨论决定，确定中国区的林瑞和方静为中国区总裁候选人。鉴于情况特殊性，这次考核公司不可能以常规的财年为时间节点，那么总部新确定的考核节点就在新年元旦。女士们，你们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希望你们展示出全部能力，证明自己才是最合适的新任总裁。林总，方总要用会议室。林总也要用啊？我记得你刚来上海的时候，小孩们就抢过一次会议室。那一次1部让给了2部，那这一次你们用，我回办公室挤一挤。方总，这次我们俩是公平竞争，你不用我也不用，我去小会议室。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在座的各位是上天还是入地？成败就在此决。上天入地。啊，对了，元旦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双12的促销。之前呢，我们是把这个节点当成决战来打的，可是现在局势变了，所以说双12的促销这只是一个过程，真正的绝杀是元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双12的促销我们败了没有关系，我们把真正的绝杀就放在元旦。那你这个元旦攻略是不是还包括之前制定的双12计划？当然了，不过是新调整之后的双12计划。大家也不用着急，接下来呢我会具体阐述。在小鱼阐述之前，我先把这次大家的基本工作分配一下。董欣然，你负责库存物流；肖文，你负责电商部新媒体；苏菲，你们几个分头负责商场专柜；张小鱼负责直营点。所以一会儿在讨论方案的时候，大家要带着自己的分工切入。好的，林总，加油加油加油！方总，我们医美正大热，我们一定能赢。行，你们先去忙吧。潇潇，有什么话吗？坐。他们也在开会，还是新媒体那一套，还说什么双12促销丢了都没关系。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要跟几家北京的美妆平台合作。张小鱼干什么？负责直营。直营？我在想，这会不会是林瑞的烟雾弹啊？其实他是想在直营上做突破。3、4线城市的直营见效比我们美容院要慢得多，这点时间直营怎么爆发？但是您之前也跟我说过，张小鱼抓的一定会是林瑞的发力点。就这些消息？暂时就这些。随时注意那边的动静，盯紧张小鱼。等他们开完会，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消息。那我先下去了。对了，听说谭伟伦喜欢你。没有吧，就是上下班一个地铁。我可听说他约过你啊？他是约过我，就说在上海没什么朋友，还说不知道什么好吃的地方，但是我都没。其实，做个普通朋友也没什么不好的，尤其他可是孟总的大管家啊。
职场最重要的就是人脉。我知道了。元旦攻略的主要核心就是这款秀妍的玻尿酸小安瓶，炒作概念欧美刚刚启动 ，SW 公司推出的最新高科技产品，德国高科技，细分指数5颗星。可是我有几个问题：第一，欧洲跟美洲同步上线的时间确定了吗？第二，中国区能够同步拿到吗？第三，最关键的就是中国区一定是林总拿到吗？我已经拿到了。太棒了！2部他们做的是医美专业产品，但是这款玻尿酸小安瓶是属于健康护肤品，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归为大众美妆，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先抢到。你的第一个问题，全面上线的时间，欧美市场和亚太市场同步推出的时间是元旦。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呢？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哦，对了，林总，您看一下。我有个建议，这个 EGF 急救面膜可以一起推，玻尿酸小安瓶是制高点，那这个 EGF 急救面膜就是覆盖面。漂亮，老贾！最绝的就是这款 EGF 急救面膜，它也是新品，里面的 EGF 是目前最火的高科技护肤成分，而且在市面上非常紧俏。如果我们能做到让它更紧俏，留到元旦放出来，大家思路都清晰了吧？以玻尿酸小安瓶急救面膜为拳头，结合现代营销思路，网络加新媒体，预售加限量，跨年夜同步出售，全面带动伊布的产品。那这场战一打响，伊布的数据就是那种爆发式的增长。而且这还只是线上的，如果再加上线下的，哇，我们赢定了。好了，不要说了，给我3天时间，不赖出策划案。秀妍玻尿酸的事儿，截止目前，整栋楼里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你们俩给我注意保密啊！林总，33楼他也不知道。放心吧，大概就是这样。JK， 你是去负1还是8？1楼，我有个外卖在前台。我也刚好有个外卖。跟我去见一下温哲。他约你啊？我约的他。你做的那个方案你还记得吗？我明白了，仓储的事儿。阿兰今天早上回法国，你的那个方案，我昨天已经给他了。这个设想非常好，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给孟凡，而是给我？我只有当上中国区总裁，这个计划才能真正实现。而我认为，能帮我实现这个计划的人，应该是您。目前，你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秀妍玻尿酸小安瓶。3倍打印咖啡，是你的脸。但丁儿，他们做出来了，快看一下你这杯。这一看就是金小贝干的，肯定是他偷拍你。走吧，咱们。JK， 一会儿能不能你个人和温哲聊工作啊？我想找但丁同学活动活动。行，你活动吧。对。你怎么约到这儿了？我跟他们说他们的项目有问题，他们不服。好了，今天实验品出炉了，非得要我来看一看。好，你们继续研究吧，我们去那儿谈。好。
你赶紧找，快。上一次呢，你在酒吧里面跟我说完，我就安排下去了，整套数据，包含分布地点、数量、容量、物流动线等等，全部都备好了。太感谢了。但我冒昧的问你一下，你为什么要租用仁泰的仓储呢？如果仅仅是为了直营店，这成本太高，不划算。尤其是你现在正在竞争中国区总裁的时候，更不适合。现阶段呢，我会先临时租用上海物流中心，过2天就可以签合同。是零租很正常，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就算是3、4线的店铺开业，备货量也不多，一个屋子就够了。你让我预留各大城市的仓储，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打算？是。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好吧，那我就不多问了。我给你透露一点啊，离开仁泰之后呢，我在物流方面有个计划，估计我们还有机会合作。好。然后呢，他们很明显的分了阶层，就是他坐这儿，你就要往后。他们俩怎么在这儿？过来。怎么样了？你觉得他俩聊什么呢？是工作吗？先临时租用上海物流中心。废话，他们俩在一块儿不聊工作聊什么呀？哎，你在这干嘛呀？赶紧跟他们一起聊，快点帮你老板去，别缠着他去。小贝，哎，你没看到丹丹一个人在这忙吗？作为合作伙伴，你好意思吗？快帮忙，快帮忙！我那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呀，找不到原因啊。反正我尝起来就是有点怪。我猜到了，顺序不对，顺序不对，快！什么顺序啊？护肤计划。是的，这是我们新年方案的核心概念，以高科技和健康护肤为主题，集合了 SW 旗下所有的健康护肤的品牌，策动大众美妆的新年促销。我刚才听张小鱼阐述，说我们营销驱动主要来自网络新媒体和电商部，是吗？是这样的。很好。法国总部最近也在强调这个现代营销的理念。各位，新年这一仗至关重要。如果你们有哪位需要我们亚太区的支援，尽管提。我有个问题，你们分为拳头的溴盐玻尿酸小安瓶应该属于医美吧？拿我们2部的产品去冲1部的业绩，谁给你们的权利？虽然是出了很多医美产品，但是这款新推出的玻尿酸小安瓶却正是总部想要打开大众美妆市场的一把钥匙，所以说它的定位是健康护肤品。总部有这个说明吗？我怎么不知道？你们要搞什么 plan 都可以，但是请把2部的产品还给我们，我们自有安排。还给2部？这是你们的吗？你们申请到了吗？我们几天前就发过申请了。好了，你们2个人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再争论了。这个溴盐玻尿酸小安瓶，总部派发给的中国区1部大众美妆，你们都是自己和总部申请的，没有人跟我沟通过，所以我以为你们都知道这个决定了。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严总你下来要和林总对接，电商部要全力配合。好。怎么了这是？单子太小啊。
60台，加上之前的就200台，8000一台，200台就是160万。哥们儿，咱们发了！打你个大头鬼啊！哥们儿根本就供不出那么多货来。不是，工厂不是说200台就开模吗？是啊，要交90%的定金呢。90%，这不抢钱吗？不能这么说吧，咱们定制产品本来就是这样的。再说了，现在只有这一家，不嫌你单子小，知足吧。那咱们定金呢？收上来32万，然后账上有16.2万，还差个41.8万。40万。是啊，这个天下间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能叫问题。问题就是没有钱啊。想想办法。嗨。有单子有我的脑子，什么钱拉不到啊？摇人。喂，嘿嘿，梦小的同学，嘿，吃饭了吗？没有，就是问一下你那个，帮我找投资人的事儿吧，进展的怎么样了？我这儿有点小急。这个忙可不能白帮，你得谢我。谢你的是当然的嘛，对吧？除了我的爱情和梦想，你随便的挑，好不好？加油！你除了爱情和梦想，你还剩什么呀？一无所有。哎呦，我的孟大同学，来，大家就寝，快坐，请坐。哎，就一个人，还不说好的美女投资人吗？人呢？我就是你要找的美女投资人，怎么不像吗？你姑且算个美女吧，但是我现在比较想见一个真正的投资人。怎么看不起人呐？我爸新开了一家投资公司，既然你们产品不错，那我就投呗。也行，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吧，来。300万，20%的股份，估值1500万。我说孟同学，你这个，哎，我们这个样品刚刚出来就200个订单啊，这铺开了去可是上亿的项目，你现在给我这，对不起，哥接受不了。我的团队已经做了分析，这个产品投入高、回报低，而且技术壁垒也不高，还要受代工厂的牵制。我的这个报价已经很有诚意了。再者说，我家有运营连锁零售的成功经验，能帮你们很好的把销售渠道铺开。那关键是也不是你们一家有这种成功经验啊。那关键是你们现在还有其他选择吗？选择这事，不是？那你也不能趁火打劫嘛，你多少给加点行不行？我的这个报价呢，也只有在2000之内有效。你想好了扣我，拜拜。扣你？你这美女投资人是疯了吧？300万，打发叫花子的吗？行了啊，大钱小钱都是钱，不就差40万吗？不行，你开个直播。你几十万粉丝，一人1块钱，我看够了。你是救命用的，我可丢不起那人。你我跟你一样啊。
都怪潇潇，早打报告啊！我第一时间就给总部发了申请。不怪潇潇，我们大意了。我也没有想到秀妍新品居然会画出医美。林睿这次一定是走了什么门路，孟凡接到通知也没告诉我们，会不会？可以不玩手机了吗？娜娜，冷静点儿。只是一款产品而已。岂止产品啊，整个计划，什么健康护肤、高科技，不都是我们医美的概念吗？进来。严总。嗨。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他们俩是我最信任的人。今天你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到我们电商部的配合。虽然医美这一块是不比大众化妆品那么需要，但我还是想过来跟你说一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电商部一定全力配合。谢谢。还有，你看一下，这是我测算的林总的计划。正常情况下，医部的销售额会是一个爆发性的数据。你看看。出去点儿，你出去点儿。小杰，你有在镜头里面打板的这个习惯吗？你能不能过去点？会吗？啊，别动，别动，别动！哎，完事儿。不是你这靠谱吗？什么靠谱？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金融啊！你以为就你有粉丝啊？我现在圈给你看啊！众筹知道吗？我把标的啊设为5万，还有20万。然后向全网招募城市代理，还有合伙人。这笔钱到最后呢，既是投资，又是贷款。老弟，等着收钱。不是，我怎么觉得那么玄乎呢？质疑我？怎么着？赌一把？你要是输了呢？我要是输了，我的 Nano 音箱归你。但是你要是输了，你的那套鼠标键盘归我。一言为定。别碰，还不是你的呢。谭伟伦约你吃晚饭，这就是你刚才收到的信息。我没回。你早该和他吃这顿饭了。回复他，弄清楚孟凡是个什么态度。谭伟伦是孟凡的心腹，他非常重要。我告诉你，张小云送我的这款鼠标也该抢。我跟你说，你就怕打死你！小姐啊，你有诚信啊，芝麻信又会扣分的。别！我告诉你，我有颜值就够了，你有智商就够了，要不然喝一个庆祝一下咱们拿到300万成功。哎呦，300万就把你乐的，我告诉你，接下去50个变100个，100个变1000个，你就等着数钱。别动！电话响了。
哼，不要跑！哎，什么事儿？